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第4颂，天竺三藏求那跋佛罗译一切佛语心品之4。尔时大会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唯愿为说3藐三佛。我即于菩萨摩诃萨，善于如来自性，自觉觉他。佛告大会：自所欲问，我当为汝随所问说。大会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应供等正觉未作耶？未不作耶？未是耶？未因耶？未相耶？未所相耶？未说耶？未所说耶？未觉耶？未所觉耶？如是等词句，未义未不义。佛告大会：如来应供等正觉，于如是等词句，非是非因，所以者何？具有过故。大会：若如来是事者，或作，或无常，无常故，一切事应是如来。我及诸佛，皆所不欲。若非所作者，无所得故，方便则空，同于兔角，般大狮子，以无所有故。大会：若无事无因者，则非有非无；若非有非无，则出于4句。4句者，是世间言说；若出4句者，则不堕4句。不堕故，智者所取。一切如来具义亦如是。会者当知，如我所说一切法无我当知此义。无我性，是无我。一切法有自性，无他性。如牛马。大会：譬如非牛马性，马牛性，其实非有非无，彼非无自相。如是大会：一切诸法，非无自相，有自相，但非无我愚夫之所能知，以妄想故。如是一切法空，无生，无自性，当如是知。如是如来语音，非义非不义。若不义因者，应是无常；若义者，方便则空；若二者，应有义。如牛角，相似故不义，长短差别故有义。一切法亦如是。大会：如牛右角亦左角，左角亦右角，如是长短种种色，各个异。大会：如来于因界入，非义非不义。如是如来解脱，非义非不义。如是如来以解脱明说。若如来亦解脱者，应色相成，色相成故，应无常。若不义者，修行者得相，应无分别，而修行者见分别，无义。如是至极而言，非义非不义。大会：至极而言非义非不义者，非常非无常，非作非所作，非有为非无为，非觉非所觉，非相非所相，非因非义因，非说非所说，非依非义，非据非不据，非依非义。时时名为良。离一切良，则无言说；无言说，则无生；无生，则无灭；无灭，
则寂灭；寂灭，则自性灭；自性灭，则无事无因；无事无因，则无攀缘；无攀缘，则出过一切虚伪；出过一切虚伪，则是如来；如来则是三藐三佛佛。大会是名三藐三佛佛。三藐三佛佛者，离一切根良。尔时世尊与众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悉离诸根良无，是亦无因已离，觉所觉亦离，相所相因缘等，正觉一亦莫能见。若无有见者，云何而分别？非作非不作，非是亦非因非因，不在因亦非有，于杂亦非有，诸性如彼妄想，见当知亦非无，此法法自耳。以有故有无以，无故有有。若无不应受，若有不应想惑于我非我言说良，流连沈溺于二边自坏坏。世间解脱一切过，正观察我通事，名为正观不毁道。导师尔时大会菩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如世尊说，修多罗摄受不生不灭。又世尊说，不生不灭是如来一名。云何世尊为无性故，说不生不灭，谓是如来一名？佛告大会：我说一切法不生不灭，有无品不现。大会白佛言：世尊，若一切法不生者，则摄受法不可得。一切法不生故，若名子中有法者，唯愿未说。佛告大会：善哉善哉，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大会白佛言：唯然受教。佛告大会：我说如来非无性，亦非不生不灭摄一切法，亦不待缘故不生不灭，亦非无义。大会，我说一生法身，如来名号，彼不生者，一切外道，声闻缘觉，七住菩萨，非其境界。大会，彼不生，即如来一名。大会，譬如因陀罗释迦、布兰陀罗、如是等诸物，一个有多名，亦非多名而有多性，亦非无自性。如是大会，我于此娑诃世界，娑诃一言能忍，有三阿僧，百千名号，于夫悉闻，各说我名，而不解我如来一名。大会，或有众生知我如来者，有知一切智者，有知佛者，有知救世者，有知自觉者，有知导师者，有知广导者，有知一切导者，有知仙人者，有知梵者，有知毗牛者，有知自在者，有知圣者，有知迦毗罗者，有知真实边者，有知乐者，有知乐业者，有知常者，有知平等者，有知不二者，有知无相者，有知解脱者，有知道者，有知一生者。大会，如是等三阿僧百千名号，不增不减，此即于世界，皆悉知我。如水中月，不出不入，彼诸渔夫，不能知我。堕二边故，然悉恭敬供养于我。
而不善解之词句意趣，不分别名，不解自通，记着种种言说章句，于不生不灭，作无性想，不知如来名号差别，如因陀罗释迦，不兰陀罗，不解自通，会归终极，于一切法随说记的大会，彼诸诗人作如是言，亦如言说，亦说无益，所以者何？谓义无身故。言说招致，不知言说自性，不知言说生灭，亦不生灭。大会一切言说，堕于文字，亦则不堕。离性非性故，无受生，亦无身。故大会如来不说堕文字法，文字有无，不可得故，除不堕文字。大会若有说言，如来说堕文字法者，此则妄说，法离文字故。是故大会，我等诸佛及诸菩萨，不说一字，不答一字。所以者何？法离文字故，非不饶义一说。言说者，众生妄想故。大会若不说一切法者，教法则坏，教法坏者，则无诸佛菩萨缘觉声闻。若无者，谁说为谁？是故大会菩萨摩诃萨摩的言说，随宜方便，广说经法，以众生忘烦恼不一故。我及诸佛，为彼种种义解众生，而说诸法，令离心意识故，不为得自觉生之处。大会于一切法，无所有，觉自心现量，离二妄想。诸菩萨摩诃萨依于义，不依文字。若善男子善女人，依文字者，自坏第一义，亦不能觉他，堕恶见相续，而为众说，不善乐之。一切法，一切地，一切相，亦不知章句。若善一切法，一切地，一切相，通达章句，具足性义，彼则能以正无相乐，而自于乐，平等大成，建立众生。大会摄受大成者，则摄受诸；摄受一切众生者，则摄受正法；摄受正法者，则佛众不断；佛众不断者，则能乐知得殊胜入处。知得殊胜入处，菩萨摩诃萨常得化生，建立大成实自在力，现众色相，通达众生行类妄，烦恼诸相，如实说法。如实者，不异；如实者，不来不去相，一切虚伪悉，是名如实。大会善男子善女人，不应摄受，随说记的真实者，离文字故。大会如谓渔夫，以指指物，渔夫观之，不得实意。如是渔夫随言说之，摄受记的，至尽不舍，终不能得。离言说指第一实义。大会譬如婴儿，应时熟食，不应时生，
若时生者，则令发狂。不知四谛方便孰故？大慧，如是不生不灭，不方便修，则谓不善。是故应当善修方便。莫随言说，如是指端。是故大慧于真实义，当方便修。真实义者，微妙寂静，是念因。言说者，妄想合。妄想者，即生死。大慧实义者，从多闻者得。大慧多闻者，谓善于义，非善言说。善义者，不随一切外道经论，身自不随，亦不令他随，是则名曰大德多闻。是故欲求义者，当亲近多闻。所谓善义者，当亲近多闻。所谓善义，与此相违逆的言说，应当远离。尔时大慧菩萨复成佛威神而白佛言：世尊，世尊显示不生不灭，无有其特。所以者何？一切外道因，亦不生不灭。世尊亦说虚空，非数缘灭，即灭界不生不灭。世尊，外道说因，生诸世间。世尊亦说无明爱业妄想为缘，生诸世间。彼因此缘，名差别耳。外物因缘，亦如是。如是世尊与外道论，无有差别。微尘、圣妙、自在、众生诸等，如是九物，不生不灭。世尊亦说一切性不生不灭，有无不可得。外道亦说四大不坏自性，不流诸去，不舍自性。世尊所说，亦复如是。是故我言无有其特，唯愿世尊未说差别，所以其特。胜诸外道，若无差别者，一切外而是无有是处。如相所说，一世界中应有多佛，无差别故。佛告大慧：我说不生不灭，不同外道不生不灭。所以者何？彼诸外道有性自性，得不生不变相。我不如是堕有无品。大慧，我者离有无品，离生灭，非性，非无性。如种种幻梦现故，非无性。云何无性？为色无自性相摄受，现不现故，摄不摄故。以是故，一切性无性非无性，但觉自心现量，妄想不生，安隐快乐，世事永息。愚痴凡夫妄想作事，非诸贤圣不识妄想。如踏婆城，即幻化人。大慧，如踏婆城即幻化人。种种众生，商贾出入，渔夫妄想，为真出入，而实无有出者入者，但彼妄想故。如是大慧，愚痴凡夫，岂不生不灭？彼亦无有有为无为，如幻人生，其实无有若生若灭，性无性，无所有故。一切法亦如是，离于生灭，
愚痴凡夫堕不如实，起生灭妄想，非诸贤。圣不如实者，不尔。如性自性妄想，亦不异。若异妄想者，即得一切性自性，不见寂静。不见寂静者，终不离妄想。是故大会无相见圣，非相见。相者，受生因，故不胜。大会无相者，妄想不生，不起不灭。我说灭，大会灭者，如真实意见，离先妄想心心术法，逮得如来自觉圣智。我说是灭，尔时世尊与众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灭除彼生论，见立不生义。我说如是法愚夫，不能知一切法不生无性无所，有前他婆幻梦，有性者无因无生无自性，何因空当说以离于何觉之性，不现是故空不生。我说无自性为一，何性现而非有，分析无何非如外道见梦幻及垂发野马前他婆，世间种种事无因而相现折服，有因论深畅无生亦深畅无生，折法流永不断，释然无因论，恐不诸外道。尔时大会以偈问曰：云何所因？所以何故生于何处？何而作无因论？尔时世尊复以偈答：观察有为法非无因有因，彼生灭论者所见，从是灭。尔时大会说偈问曰：云何谓无生？谓是无性耶？谓故是诸缘有，法名无生名，不应无意为，未分别说。尔时世尊复以偈答：非无性无生，亦非故诸缘非有性而名亦非无意。一切诸外道生相远离诸因缘亦离，一切事为有，为心住想所，想去离其身随转变。我说是无生，无外性，无性亦无心摄受，断除一切见。我说是无生，如是无自性，空等应分别非空，故说空无生，故说空因缘数，何则有生有灭？离诸因缘数无别有生灭，舍离因缘数更无有异性。若言一异者是外道，妄想有无性，不生非有亦非无，除其数转变，是悉不可得。但有诸俗数转为钩所离彼因缘所生义，不可得生无性，不起离诸外道过。但说缘钩所凡于不能了，若离缘钩所别有生性者，是则无因论破坏钩所，亦如灯显众相，钩所现若然，是则离钩所别，更有诸性无性，无有生如虚空。自性若离于钩所会，无所分别，复有于无生贤圣所得法，彼生无生者，是则无生。人若使诸世间观察钩所者，一切离钩所，从是得三昧痴爱诸业等，是则内钩所。暂遂泥环轮众子等名外，若实有他性而从因缘生彼非钩所役，是则不成就。若生无自性彼，为谁钩所辗转相生，故当知因缘亦使生有他性而从因缘生彼非钩所役，是则不成就。间施暖动法凡于生妄想，离数无益法事，则说无性如医疗重病无有若干论以病差别，故为设种种自我，为彼众生破坏诸烦恼之其根，优劣为彼说度门，非烦恼根义，而有种种法为说一乘法，是则为大乘。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一切外道皆起无常妄想，世尊亦说一切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
此意云何？为邪为正，为有几种无常。佛告大会：一切外道有7种无常，非我法也。何等谓7？彼有说言：坐以而舍，是名无常；有说行处坏，是名无常；有说即色是无常；有说色转变中间，是名无常。无见自知散坏，如乳酪等转变，中间不可见，无常毁坏。一切性转，有说性无常，有说性无性无常，有说一切法不生无常，入一切法。大会性无性无常者，谓四大。